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5册低调死去的猪仔，确定是为着非洲猪只。接落来，台湾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卖暂停猪肉外销。若昨马祖的水老死猪仔嘛验出阳性，即马开始是禁止马祖的猪肉和加工产品卖来本岛甲外岛。伫新冠疫情期间，大家上熟悉的高屏洲现林政委陈市长出现伫非洲猪只中央应变中心记者会。即摆带来是另外一个物种的确诊消息，兽医所已经分离出病毒，防检署会正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来通报，台湾有案例。完成了整个确诊的一个程序，依程序来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通报这一次的一个疫情。那另外我们也会暂停所有猪只产品的一个输出。歹消息是确诊，好消息是，敢若局限伫5册这场已经检测的关联场全数是阴性，全台样品饲饲场也拢是阴性。不过，农业部知影讲，即阵也是这个稳状期。现在呈现阴性，不代表后续，因为它还有一些潜伏的机会，不代表后续不会再有问题。疫情无断开的证据，不过也袂使完全放心。政委陈市长讲，目前做生物安全工作，管控车辆人员出入，加强消毒，绝对爱彻底来落实。另外，互媒体问到讲，是毋是来收拾这屎尿，是毋是有信心做到清零？这连续问题，陈市长是安尼讲的。绝对没有所谓的烂摊子的一个可言了政委有没有信心清零？我想我们团队一起合作哈。你问这句话会害我，你知道吗？我想我说我要讲说有信心啦，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23出现伫马祖北干钦比沙堡海漂猪确认非洲猪只阳性，防检署也随用警示线给围起来。11月1号，我们为期7天先禁止马祖上面的猪肉产品禁止运到我们台湾本岛以及其他离岛。今年防疫成果一日就破了，即阵会用做就是全力围堵摊开，若控制得好，3个月内无新的案例，会用再向 WOAH 来申请列做非疫国。因为已经分离出来非洲猪只病毒，会赶紧来进行全基因解码，确认病毒的基因的性别。记者综合报道。